好，弟兄姊妹平安。頭先你哋唱詩嘅時候咧，有冇留意啲歌詞咧？頭先阿陳牧師祈禱嘅時間，你有冇聽到佢祈乜嘢咧？有兩首詩咧，都講到我哋好希望住喺神嘅殿中，係咪？多榮美。有神嗰個保守與安全。耶穌出生嘅時候咧，就起名咧，就以馬內利，意思係咩啊？神與我們同在，上帝嘅帳幕在人世間，係咪？創世記神做工6日，第7日做咩啊？就休息。叫安息日，因為咧神創造所有嘅嘢都是好的，唯有邊樣嘢極好啊？做人。唯有邊樣嘢聖潔啊？安息日。咁所以安息日好緊要。咁咩意思咧？咁樣就喺當時咧嗰個文化咧，就係個皇帝坐喺個皇位嗰度，望住佢嘅大地。望住佢嘅子民，望住佢嘅國度，就嚟到去安詳地休息。嗰個就係安息日嘅意思。就上帝嘅帳幕在人世間，佢做咗7日6日，然後咧所有嘅嘢各從其類，各從其類，然後都以耶穌、以基督、以神為主。嗰個就叫做聖殿。嗰個就係神嘅帳幕在人世間，你知唔知？就唔係匿埋喺教堂裏邊，就叫做聖殿。上帝嘅創造就係佢嘅聖殿。啟示錄21章第3節，去到最尾嗰度冇太陽冇月亮，但係好光，係邊個嘅光？神嘅光。佢哋冇聖殿，點解？因為神嘅帳幕在人世間，所以牧師嘅祈禱，我哋好喜歡住喺上帝嘅聖殿，就即係咩意思啊？就住喺上帝嘅創造嘅人間，天上人間，就唔係淨係教堂裏邊，你知唔知？就包括呢個世界所有嘅東西，都係上帝嘅主權，以上帝嘅聖殿、上帝嘅帳幕在每一度。係咪？第二，佢嘅祈禱就話咧，喺呢個破口，呢個城有個破口防堵，要嚟到紀念祈禱為呢個城市，係咪？祈禱祈下就點啊？就有危險噶咯，你知唔知啊？摩西祈禱要神咧釋放以色列人，搞咗40年，佢以為神都忘記咗啦，但係神話我聽見佢嘅苦情，我看見佢哋嘅困難，我下來，我派你去帶領佢哋離開埃及。摩西話：哎呀，我祈禱㗎咋，祈得多就有危險喎，你知唔知啊？就要派你去做啦，你明唔明啊？小弟以前喺新生命堂香港堂長大，好少睇電影嘅。不過我哋有一個咧主學嘅同學咧，就喺娛樂戲院個爸爸做帶位嘅，咁所以完咗主學咧，我哋就走去娛樂戲院個雙座超等嗰度睇電影瑞士家庭魯賓孫咁樣咁然後咧就嚟到求主保守呢個城市嘅道德價值電影好緊要我同我當時嘅女朋友，今天嘅太太就去呢個銅鑼灣，好似係紐約戲院。就睇教父咁咧嗰個女朋友咧就睇完之後咧就話：哇，好暴力啫咁樣我睇完就話：哇，好驚奇，咁勁嘅電影真係能夠改變世界，所以就祈禱求主帶領我有4年嘅時間，2年嘅時間讀神學，1年嘅時間讀傳播，第3年希望去到全世界最好嘅電影學院祈禱危唔危險啊？危險嘅喎，神係聽祈禱嘅喎，所以先去波士頓2年讀神學，
琴晚我先至同波士頓嗰個英文堂牧師食晚飯，跟住去讀傳播 Ohio 冰天雪地，跟住咧傳播咧嗰間學校好睇起我喎，俾個博士獎學金我免費，仲有錢賺，好多錢。但係南加大學就俾個信我，收我去讀電影。我就記得我祈禱係要入最好嘅電影學院，所以就拒絕咗嗰個博士獎學金，好艱難啊！跟住咧去南加大學貴到死，冇錢交學費，交咗初嘅錢就全部清袋啦。咁點做咧？咁樣咁啊，太太要出嚟揾工啦。咁我當時咧，佢揾工之前嗰日咧，我就替佢剪髮啦。唔錯嘅，而家啲頭髮都剪得都唔錯。我話當時有70個人就競爭一個位，就喺教育部一個助理都唔簡單，喺校園裏邊，佢得到呢個工作，即係佢係員工，員工有薪水，我就係員工家屬，所以我學費係減半。哇！好貴嘅，你知唔知啊？全世界最貴嘅電影學院學費減半又有薪水，咁又度過咗一年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你要小心啊！你要聽清楚牧師嘅祈禱啊！佢話要祈禱祈禱破口，睇住呢個城市個破口防堵。你一祈禱就有危險啊！你知唔知啊？你唔好立亂祈禱啊！神啊，我要做咩做咩咁樣，真係要做到嘅時候，你係驚啊，係嘛？咁所以咧就係呢個聖殿係蓋闊咗其他嘅，所以好開心聽見你哋新年有啲咩啊？派乜嘢啊？盤菜乜嘢盤菜啊？一個偉大發明係咩盤菜？盤菜多數係點㗎？好大盤㗎嘛，成1000蚊㗎嘛，10幾人食㗎嘛。我哋派乜嘢啊？一人盤菜啊嘛。點解一人盤菜精彩啊？因為一個人煮嘢都唔知煮咩好，但係一人盤菜就乜嘢都有啊嘛，一個人就可以食到啊嘛，係咪精彩啊？偉大發明，好緊要啊！咁所以咧，我哋就係話教會係在世上係要分享關心、參與，這就是教會。我哋嘅教友，我哋嘅牧區唔係淨係教堂裏邊，係呢個城市、呢個社區、呢個鄰舍，啱唔啱？同意嘅舉手。好，我哋低頭祈禱。所以主多謝你，今日我哋咧面對一個新嘅時代呢個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佢對我哋嘅影響喺邊度咧？係咪好似手機？係咪好似互聯網？係咪好似科技？今天我哋好多嘅嘢都受影響，人嘅工作啦，人嘅教育啦，教會嘅運作啦，朋友嘅一啲嘅聯繫啦，全部都受呢個影響。但係我哋要睇下，到底佢同我哋喺上頭嚟嘅召命、上帝嘅應許有咩嘅交錯，有咩關係？求你俾我哋有力量、有明白。祈禱奉主耶穌名求，阿門。約翰呢，係耶穌嘅一個深愛嘅門徒，佢自己話啦，即係自作多情，成日都話耶穌深愛的門徒靠近佢個胸膛問佢邊個出賣佢咁樣。咁佢咧就喺呢個約翰福音21章咧最尾咧就講耶穌好多嘅神蹟做咗嘅，不過我喺呢度咧記載一部分，使到咧人咧閱讀咗咧就因信耶穌就得咩啊？永遠嘅生命。咁所以啲宣教士咧，包括新龍牧師咧，就嚟到香港新生命堂就成立教會，係咪？使到佢哋因信耶穌就咩啊？就得永遠嘅生命咯，係咪？我哋以前咧，即係我喺呢個新龍牧師嘅教導之下咧，後來佢有個繼承人啦，高保羅牧師就考核我啦。我當時係受洗啊嘛，浸禮班考核我咁樣，咁要念呢個約翰福音1章12節，凡信靠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咩啊？作神嘅兒女啊嘛，係咪？係咪好寶貴啊？本來係我哋同佢冇關係噶嘛，我住屋村噶嘛，我爸爸信佛噶嘛，係冇關係噶。不過我媽咪因為佢係個進步女性，佢又識英文又識日文，
喺拿打素管藥房，咁所以俾啲嬸母叔伯咧就蝦佢，壓迫到佢咧就大頸泡，咁佢咧就要好艱難，就去呢個南華球場修羅牧師嘅神醫佈道會就醫好咗，所以就帶領我哋全家信主，喺困境當中就有希望，係咁樣信主啊！咁所以當時咧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處境，宣教士非常之好嘅。但係宣教士俾我哋嘅福音咧係有限，因為我哋諗起神嘅應許咧，咪就係信召命，咪信耶穌咯，應許咪永生啦，係嘛？邊個同意啊？舉手，係同意啊，啱啊，係寶貴啊嘛，唔使咁驚喎。再問一次，邊個同意呢個上帝嘅召命就係信耶穌，又係應許就係永生，舉手，係嘛？係好啊，真噶嘛，你唔好驚啊，太 Sir 成日整蠱你。即係經驗啊，太 Sir 多嚇。不過永遠有不過，神嘅目光係大過呢個。成個世界宇宙同埋救恩唔係以人為中心，係以神為中心。同埋神所救贖嘅係包括大地，包括所有嘅嘢都要救贖。你明唔明啊？就唔係淨係我哋得救，個永生亦都唔係單係將來，亦都係現在啊嘛。神嘅帳幕在人世間，今天耶穌話咩啊？因為咩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今天這應許就應驗在你們中間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就係咁樣啊！我喺生命堂長大，神嘅應許喺我哋中間。我喺屋村咩都唔識，點可以諗到去最好嘅電影學院啫？跟住去突破拍片，捱更抵夜，好艱難。見阿余爭話：以前我俾錢你，唔係以前你俾錢我買廣告，而家我要俾錢你製作費。我係啊，佢諗咗成個鐘，食咗成7口煙，卒之佢死死地氣簽個約。我都係蠢，應該咧唔好問佢。應該咧以前我哋俾錢佢。將來咧就唔使俾錢佢，我又要佢俾翻錢我，你話幾艱難啊？所以佢掙扎咗3年，卒之咧就斷咗啦。所以我唔好太狼。不過我想話俾你知啊，喺世上我哋就要進入。好啦，咁上帝嘅恩典係大啲嘅，係大啲，喺媒介有影響嘅，社會有影響嘅。咁啊點樣樣嘅咧？咁樣下一章頭先又讀咗啦，即係創世記啦，馬太福音都讀咗係嘛？創世記第17章 ，OK， 上去第1章，show 出嚟，唔該你。看守園子喎，叫人咩叫看守園子啊？點解要看守啫？香港而家啲屋係咪打開晒窗、打開晒門嘅咧？定係上晒閘、上晒籬笆嘅咧？我細個咧喺屋村長大，西環村，我哋打開窗、打開門嘅，你知唔知啊？夜不閉戶啊！好似阿老子話即係雞門雞血咩啊？雞鳴狗吠大家好平安嘅，所有嘅人各從其類嘅。上籤係乜嘢啊？群龍無首啊，唔需要管治啊。今天你稍為個密碼俾人裝到啊，稍為有啲電話哇，你呃騙幾緊要啊，真係係嘛？咁所以要看守。啱唔啱？看守係咪淨係老人家先俾人呃啊？青年人都要看守啊，係嘛？看守啊，耕作管。咩叫耕作啊？創世記第2章第5節點講啊？嗰度係未有植物，未有樹木，因為神未降雨啊。就人未咩啊？耕作咁快就轉咗啦咁梗係唔緊要佢哋咧聽到㗎，佢哋係啦。頭先嗰章，去翻頭先嗰章我哋都唔緊要。OK， 嗱呢度停喺度。OK， 看守修理要做嘢喎，你知唔知啊？要開工嘅喎然後咧。叫你唔好食分別善惡嘅果樹，點解啊？全個園子都可以，咩都可以食，只有分別善惡嘅果樹唔可以食，點解啊？邊個決定乜嘢係善，乜嘢係惡啊？
係神啊嘛。有一個少年人啊嘛，走到耶穌嗰度話良善的夫子咁樣 ，the good master。耶穌即刻 stop 咗佢，知唔知啊？你點知咩良善啊？冇人知道咩良善，你點解叫我良善的夫子啊？你點樣決定咩叫良善啊？佢即係唔敢出聲嚇。我哋想食咗分別善惡嘅果樹，因為我哋想好似神一樣，我哋去決定 what is good and bad，what is 良善邪惡啊嘛，我哋決定啊嘛，你明唔明啊？今天有一個科學家喺深圳，有個孖仔做啲實驗，改變佢嘅基因，免得佢受愛滋病。我就係科學家，人類咧就係擺喺個台面裏邊，俾我哋都喐佢嘅基因嘅。我決定乜嘢係善，乜嘢係惡，我影響佢嘅將來。全世界科學家點樣做啊？炒咗佢啊，告佢啊，拉佢去坐監啊！你點可以你自己決定乜嘢係善，咩嘢惡，乜嘢好與唔好？貝多芬作呢個小夜曲呢個 Moonlight Sonata 隻耳仔點㗎？聾啊嘛你點知聾唔好啫？你點知聾係好咧？你知唔知盲係咩啫？係嘛？咩善咩惡啫？你點樣決定啫？佢以為佢自己就決定咗呢對孖女將來就點點點，你明唔明啊？你啲二次大戰啊，炸嗰啲德國嗰啲軍事基地啊，我哋係帶啲色盲嘅人去嘅，因為色盲嘅人睇唔到顏色，佢話睇到嗰啲坦克、飛機嗰啲，我哋叫幾何嘅形狀三角就容易炸啲嘅色盲係有長處嘅，聾係有好處嘅，你明唔明啊？你點知道咩善咩惡咧？係嘛？所以我哋咧就以為是，神咧就覺得你就點啊？就趕出去伊甸園去，幾慘真係咁所以分別善惡就係咁樣啦好啦，未有女人啊，未有夏娃之前，神咧就帶所有嘅活物嚟到去人啊，英文就亞當嘅面前，叫佢做咩啊？替萬物起名，點解叫梁永泰？因為佢早產好奀，3磅幾4磅呼吸有困難真係當時又冇氧氣管又唔可以用水沖涼會有 dehydrate， 好多時又用橄欖油，好艱難，驚佢生存唔到，所以就起個咩名啊？永泰啦，係嘛？永遠安泰啦以前咧有黃葉分類，邊個知道電話黃葉分類嘅舉手知道你嘅年資啦最多嘅米鋪，最多嘅乜嘢？好多鋪頭叫永泰，你知唔知有幾頁嘅戰後係好重要噶嘛，所以起名係有意思嘅，有思想，有祈禱噶嘛，你明唔明啊？有祈禱啊！張曉峰話念我們的名字，每一個名字都係父母對仔女嘅一個祈禱與祝福與期望嘅，係咪？啱唔啱咁所以我哋要替萬物起名。今天我哋就要做一樣嘢，就要替 AI 起名呢個人工智能係天使啊，定係魔鬼咧？係工具啊，定係武力咧？佢係我嘅主人啊，定係我嘅僕人咧？佢係我同伴啊，定係我嘅機械咧？你明唔明啊？我哋今天就要替呢個 AI 起名，你明唔明啊？你明佢係忠定係奸嘅，佢係邪定係惡嘅 ？OK 下一章好啦。咁我哋成日都有大使命啊嘛，係嘛？宣教士啊嘛，念一次大使命聽下，1、2、3。中文冇因為點有所以咧點解我哋嘅大使命一開始就所以嘅咧？咁前一句係咩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啊嘛，所以你們要去啊嘛。咁即係話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耶穌基督。有個人叫 N.T. Wright，
佢係一個牧師。佢話：如果我去荒島帶一本書，帶邊本書啊？聖經。如果荒島嗰本聖經只有一卷，我可以帶邊卷？嚇？羅馬書。只有帶到一章羅馬書，我帶邊章？第8章第8章冇嘢能夠使到我哋與基督嘅愛隔絕，凡是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所有的冇一樣嘢使到我哋與基督嘅愛隔絕。大地都嘆息，勞苦等候得贖嘅日子來到。你知唔知我講咩啊？係所有嘅嘢都同你有關嘅，同基督有關嘅。邊個叫基督徒嘅？舉手。咁如果基督是萬有之主，即係話同你啊同萬有都有關啦，啱唔啱啊？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咩？就使萬邦作我啲門徒咯，唔單止萬人咯，又唔係個人咯。有啲人以為個猛傳福音，好多基督徒咁咪即係一個有信仰、有基督價值嘅世界咧？唔一定㗎，好多基督徒都唔一定係有基督價值去管治嘅喎。好多嘅官員係基督徒，唔一定有基督信仰管治嘅喎，係有公義、有憐憫、有鄰舍，有好多嘅嘢嘅喎，係有基督嘅價值嘅世界觀嘅。所以英文係咩？Make disciples of nations 就唔單止個人喎。咁咧就好闊啦，係嘛？點樣使到一個國度、一個城市成為基督嘅門徒啊？點樣使到香港成為基督嘅門徒啊？最近發生咩事？大埔發生咩事？火燭建築嘅問題，有8座燒咗幾多座？7座，好艱難。我哋初就將個手指指某啲人啦，偷工減料啦，最尾指下就指邊個啊？就指自己嘅咯喎，因為我哋個城市係慣咗多快好省急功近利功能主義，最低嘅成本，最高嘅效益，全部我哋細個係咁長大噶嘛，咁咪搞出好多問題咯。咁所以個城市要改變，就個個都要改變呢個價值，我哋先有進步啊！你明唔明啊？就唔係淨係某啲人啊。咁你又做一啲，我又做一啲咯。咁我最近就係恩光書院，就同香港10間建築公司嘅第2代接班人，就搞一個3年嘅第2代領袖培訓，未來素質有25個人係咪美麗啊？佢哋個個都話：我哋今天係慘啊！全城都鬧我哋啦！我哋要做一啲好嘅建築師，好嘅城市創建，我哋有關懷，有鄰舍，唔偷工減料嘅。咁我唔知你做啲乜嘢啦，我話做呢啲啦，係有啲嘢要做嘅，係可以做使佢奉父子嘅名係改變嘅。下一章，神咧就好傷感當人大大犯罪嘅時候咧，聖經用咗一個咧係我哋唔識得神學解釋嘅字喺呢個創世記即係咧就神咧就話咧佢後悔做人，你話死唔死？神會唔會後悔㗎？佢無所不知嘅，佢就知點解後悔做人好艱難。即係我哋神學家咧就話咧，佢嗰個難過嘅程度好似佢後悔，好似人後悔一樣咁樣。不過神有個計劃，佢就先清潔嗰啲罪惡啦，要洪水泛濫大地啦，係咪？咁死剩幾多人啊？8個，就挪亞嘅一家。神永遠喺佢嘅審判裏邊留下一個咧叫餘種，英文叫 remnant， 好緊要嘅呢個神學概念我哋都係要留翻一個餘種。教會屯門生命堂就係個餘種，喺個屯門喺個城市度有餘種。呢個餘種有另類嘅價值、另類嘅思考the remnant。OK， 咁但係神咧就話我唔再用洪水泛濫大地啦。如果要用洪水泛濫大地咧，神每個禮拜都要做一次，因為人太多罪。咁神用另一個方法，就換召一個人叫亞伯蘭，叫佢改名叫亞伯拉罕就祝福萬邦，用另外一個方法
去拯救萬人、拯救大地，就係創世記12章。我讀神學嘅時候咧，佢就考核我啦。聖經創世記或者聖經有咩經卷係最重要嘅咧？你要劃分時代嘅咧？咁我話創世記12章就得啦。你可以唔使讀新約導論啊，舊約導論啊。咁我話蠢啦，就係慳翻啲學費啊嘛。咁咪唔讀咯。其實要讀嘅，因為咧即係自己好多嘢一知半解嘅。就偷工減料咯，就係香港人咯。你明唔明啊？想快啲完成咯。今天係蠢啊，要讀翻啊自己係咪？所以咧，佢同你立約咯要改名你唔好叫亞伯蘭，叫多國之父。咩意思啊？香港係乜嘢啊？8.4草簽係咩意思啊？邊個同邊個簽啊？英國同中國簽啊嘛，8.4草簽啊，中英聯合聲明啊嘛。俾唔俾三腳凳啊？俾唔俾香港有個席位2:1啊？係唔俾嘅。但係香港係有150幾年嘅英國殖民地影響，今天又係一國兩制中國，即係話香港係點啊？喺全世界當中係獨有嘅，亦中亦西啊嘛！你明唔明啊？上晝睇英文拼音文字，下晝睇咩啊？中文圖像文字，全世界係得你咋如果東西都打交嘅時候咧，你就係一個最有資格嘅和平之子啊！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你好緊要㗎。今天打到出面啊！你知唔知啊？科技戰、文化戰貨幣戰咩戰？話捉埋人個女打來打去，打唔打到啊？都唔容易打咁所以香港有個特殊嘅角色，多國之父，祝福萬邦。你明唔明啊？祝福萬邦。你話我哋殖民地俾英國蝦，喂！約瑟夠係賣去埃及啊，但係佢祝福埃及，餵飽所有地方嘅人啊，餵飽埃及人啊嘛，解夢啊嘛，所以我哋要祝福英國，啱唔啱先？我派咗個仔去祝福英國，咁佢而家做緊啲 genetic lab 嗰個管理日本對我哋有恩定有惡啊？有惡南京大屠殺殺咗成幾廿萬人，有個叫張純如寫一本書南京但係我哋要祝福日本，我又派咗2個仔去，真嘅喎，作曲人係去祝福日本人點樣見啊？好艱難而家 ，OK？ 所以祝福萬邦佢話國度從你而立，你嘅仔女係咩？你嘅仔女係成立國度㗎君王從你而出，係做君王㗎，你知唔知啊？我哋教會成日都要僕人謙卑我哋最多係僕人領袖唔敢講領袖君王更加唔敢諗嘅。但係你又要諗㗎，作君王作領袖然後咧就你唔單止呢個約同你而立喎，同你嘅將來嘅世世代代你嘅後裔立呢個約，即係話你嘅後裔都要栽培領袖，係嘛？邊個相信自己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嘅？請舉手。咁你要栽培領袖啦，恩光書院就要栽培領袖啦，時代領袖就係咁簡單，係嘛？好啦，咁喺咁樣嘅即係神嗰個大地，神個創造多國領袖嘅背景，我哋睇 AI 咯下半場咯下半場可以短啲㗎。下一章頭先嗰章都有啲意思嘅，翻返嚟頭先嗰章巴別塔同埋分別善惡嘅果樹咧，就係我哋想透過自己嘅能力起個巴別塔，好似與神平等。我哋咧就希望咧係一個分別善惡，我哋係與神平等，係咪啊 ？AI 最強嘅嘢係乜嘢？AI 最強係咩？智能科技最強係乜嘢？就係 intelligence 啊嘛，智能啊嘛，係嘛？無所不知，你問下 DeepSeek 問下張文麗咁啊，無所不知又無所不在，袋喺度噶嘛，無所不能係咪？我哋將神袋喺個褲袋度啦，係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人靠著自己能力，如果你有心透過 AI 好似神一樣咧，你就係好似巴別塔
同埋分別是我嘅果樹咁樣噶啦，好大 temptation 㗎。我仲使讀書嘅，我仲使聽話嘅。阿媽教啲啊渣啦，阿牧師講啲啊過時啦。我有 AI 萬歲寫文做乜係嘛？無所不在，無所不聞，無所不知係咁樣嘅喎。秦始皇做皇帝係要靠祭天，後來啲人係聰明咗，將個神咧就擺喺個廟度。今天我哋基督教就將個神咧就擺喺教堂嗰度。但係咧 AI 咧就擺喺個袋嗰度，勁到不得了。小心，如果你嘅動機係想同神叻過神，透過個 AI 係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嘅。我仲使聽咩道啊？仲使做啲咩嘢？我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OK， 小心。下一章。咁所以咧，我哋要學習即係神造人咧係用泥土造人，跟住咩啊？吹氣，吹氣就有生命。神將永生擺喺人嘅心裏邊，永恆擺喺人嘅心裏邊。AI 咧冇永恆嘅，你知唔知啊？AI 點㗎？ChatGPT、Gemini 有幾多個咩啊？有幾多個 version 㗎？成日都有變身㗎係嘛？好短暫嘅佢嘅生命，一陣間又會 update 有另外一個 version， 你知唔知？中國嘅 AI 同西方嘅 AI 有咩唔同？中國嗰啲係點㗎？我哋叫 open source 開放嘅系統，讓人咧自己參與，免費嘅。除非你係某一啲功能先得，我哋嘅 expert system 某啲功能先至可以俾錢。西方嗰啲全部係俾錢嘅，全部係俾錢。好，第一就唔係咁多人用，第二亦都唔係唔容易 upgrade。第三咧都有個泡沫喺度睇 .com 嗰啲泡沫，細節唔講啦咁所以人咧，上帝係按照個形象做人，按照他的形象做咩啊？做男做女啊嘛，即係咩意思？有關係啊嘛。AI 有冇關係㗎？AI 重唔重視關係㗎？唔需要嘅喎。而家有啲人工智能嗰啲伴侶人工智能啲輔導機械好似有關係最近咩有人有嚟父母離開世界咁啊問 AI 點樣嚟到去醫呢啲病，跟住 AI 就加多兩句你要節哀順變咁樣。佢係模仿人，但係始終係唔同嘅，始終有困難。OK， 好啦，咁咧就我哋跟住講咧就 AI 嘅前世今生。AI 係咩嚟嘅咧？下一章 AI 本來咧就係教嗰個電腦咧學習，叫 computer learning， 學習做一樣嘢，捉棋捉棋咧就我太太成日同電腦捉棋，捉親都輸咁佢諗咗個方法退棋，就可以增加自己嘅思考。退到咁上下，佢係贏開始但係都係捉棋啊嘛捉棋啊嘛，原來圍棋AlphaGo 嗰次贏咗咧嗰個韓國嗰個勝利嗰個就係圍棋咧就係好多步，我唔識捉圍棋㗎，好多步睇人哋下一步睇下一步。AI 就唔係 AI 全局嘅，成個局嘅嚟到局你㗎佢叫 total strategy。佢另外一個方法，又係佢日日同自己捉捉咗幾多千萬次，佢就贏你啦呢個電腦 computer learning。computer learning 亦都叫 deep learning。OK，deep learning 咧係從咩開始咧 ？Jeffrey Hinton 咧呢個已經搞咗 AI 成20-30年，都寂寂無名嘅。最近就攞諾貝爾獎啦。佢話人嘅腦筋係點樣思想嘅咧？佢用個人嘅腦筋咧嚟到去 map 上去 AI， 咁就有偉大發明啦。咁咧人點樣思想嘅咧？咁樣 OK， 你行過一條呢度有冇一條虹橋啊？對面有間中學叫做咩啊？譚李惠芬。你睇見譚李惠芬中學出咗啲咩名人啊？有個學生睇見發現一個新嘅星name after 佢喎。跟住隔離嗰度有個咩啊？有個球場喎，踢波喎跟住隔離咧有啲果樹喎即係話你透過一個虹橋嘅橋，你好多嘅聯想，有相關性的東西，這就是人的思想嘛。我哋叫 lexiconic
就叫詞彙就唔係單係字典，就唔係好似啲書咁嘅 alphabetical index 係完全有關係嘅，叫 lexiconic。呢個就係人嘅思想、人嘅腦筋係一個聯想楞住晒嘅。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基督徒俾封利是你又好驚啦，要打開係咪冇錢得本聖經文嘅咧？有啲唔同嘅聯想啊嘛，係嘛？咁你小心啊，千祈唔好冇錢就係俾個利是人啊，俾個金句人啊。OK 咁所以聯想佢透過呢個 neural network，lexiconic 一層一層嘅。咁有個人咧叫李菲菲，成都長大嘅女仔，去咗 New Jersey 讀中學，後來就去咗 Princeton 普林斯頓讀大學。咁然後咧佢咧就搞 AI 啦。佢係講呢個 visual computer learning， 即係 computer 係圖像學習嘅。佢又生咗個 B， 有個女生咗個女。佢發現個女咧 BB 女咧學嘢咧唔係專門學嘅。BB 女學嘢係點㗎？一開眼就點啊？就學習㗎啦嘛，全天候啊，咩都摸。我有個孫女Aria 乜嘢都要摸㗎，細個 BB 通街咁樣咁樣支哇咁樣支箭咁樣支蠶蟲㗎嘛，跟住你要抱佢每一樣嘢都要掂，每一個櫃都要開。佢然後咧2歲就氹我嗰個 part time 嗰個工人，佢話阿珍姐你咧我有啲秘密同你講。但係一定要喺嗰間房講喎。點解啊？珍姐，點解要嗰間房？係啊，你帶我入去啊！你帶我入去，我就講個秘密俾你聽。我想睇下爺爺嘅秘密基地有啲咩喺度。佢係全天候學習嘅，咩都要學，咩都要揾，咩都食，係咁樣啊嘛。原來我哋教錯咗電腦，係專門學習。我哋教佢全天候學習。OK？咁李菲菲就創作咗一個叫22,000個世界上所有嘅東西，每一個有個形象、有圖片、有晒啲 feature。貓點樣有 show 成咁樣。咁然後咧就公開比賽，全世界邊個能夠俾到啲算法 algorithm 能夠睇啲形象就推算到係 cat 係貓，睇啲形象就知道 plane airplane 飛機嘅，你就得獎啦。通常咧個 percentage 就30% 嘅啫。點樣知 Jeffrey Hinton 咧帶住一個徒弟叫 Alex， 整個 AlexNet 就88% 準確嘅。哇！呢個算法係咪勁啊？能夠睇啲圖像就知道 cat， 睇圖像就係個 Persian cat， 睇圖像就知道咩 cat 咁就好勁喎。咁就開始咗啲叫 deep learning 深度思考。由李菲菲諗下，調翻轉又點咧？我哋寫一個 cat 呢個字，佢會畫翻幅畫出嚟。有隻貓咧，佢又打翻你調翻轉得喎。佢又出咗隻貓喎，話 Persian cat， 出咗 Persian， 哇咪發達咯後來畫畫咯，後來咧就有 video 咯，後來作曲咯，填詞哇發達到不得了啦就係今天我哋好多嘢，仲有一個叫語言嘅大語言 large language model 模型。就透過呢啲人咧，普通嘅語言就可以同電腦同 AI 傾偈。而家我哋就一個大爆炸，哇！發達到不得了，係咪發達啊？人個智能、人個科技發達到不得了咁所以喺醫療嗰度，醫生睇你，哇！梁永泰啲 X-ray 照一照，咁佢即係冇其他嘅比較啊嘛。撳一撳個 AI，佢有成幾千萬個 X-ray 同你一齊對比啊嘛。佢就贏你啦，佢就比一啲普通醫生好啦，最近就係咁樣啦，即係呢個中國嘅一啲芯片嘅機器，就係靠一個電腦 AI 去幫佢調整。總之咧，喺電影製作、喺教育、喺宗教、喺建築、喺每一行業，佢都有好多嘅貢獻，同埋咧佢係超越人嘅能力。咁好事定唔好事啊？好事唔好事啊？如果你以前嘅工作係一啲抄襲嘅、記錄嘅、功能嘅、運算嘅、模仿嘅，即係抄抄襲襲，你就被佢取替啦。
如果你所有嘅係原創嘅思想嘅、幻想嘅，好有創意嘅、好有感情嘅、好有關係嘅，好有呢啲即係吊詭性嘅，好有呢啲即係宏觀與微觀思考，好闊嘅，唔係淨係攞個標準答案嘅，你就會唔會被 AI 取替啊？就唔會啦，你明唔明啊？即係翻返去人嗰個全面嘅人性，有靈性、有感性、有朋友、有關係嚇。但係香港嘅教育咧係多啲揾標準答案噶嘛，香港揾工都係做嗰樣嘢噶嘛。我哋完全嗰啲實用性咧就會俾 AI 取替啊！你明唔明啊？咁危險就喺呢度啦。當你做每一樣嘢都快過你少少，你就有困難噶啦。最近巴基斯坦同印度啊，喺空中啊，啲飛機用法國飛機啫嘛，戰機啊，俾人 lock in 咗都唔知，人哋 lock in 你早你2秒就點啊？你就死啦，就炸你啦！你邊個 lock 咗我都唔知喎。最近日本又係啲船啊喺呢個東海啊，俾中國啲 lock in 咗，佢都唔知道邊個 lock in 佢，係一個全系統嘅智能。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咧，我哋要諗清楚，我哋過去嗰套咧係有困難。下一張。咁所以咧 AI 咧或者機器嘅一種咧，機器係中意咧係功能性嘅、預測性嘅、同質性嘅。咩叫同質性啊？一個試題就全部有啲係合格，有啲唔合格一啲係 multiple choice 有填，全部一樣嘅唔係一個開放性嘅，你知唔知啊？唔係開放性喎代理啊創作，總之係今天咧佢仲開公司喎 AI agency 喎咁樣牧師咧就話好啦，就快咧就新年啦可唔可以有邊度好似施布真加埋黃明道嘅 style 嘅咧咁樣咁AI 咁啊幫你啦總之你越係識提問問題，越係識得諗嘢，越係有料，你就越成功 ，AI 就越幫到你。如果你越唔想諗嘢，越懶惰，靠晒佢咧就點啊？你就越來越蠢噶啦，你知唔知啊？有咗 AI MIT 做嗰個實驗，中小學生、大學生有咗 AI， 佢喺平時嘅測試成績進步咗好多，但係大考唔準用 AI， 全部差咗好多。即係話我哋有個偉大嘅人類發明，係栽培最蠢鈍嘅一代，你知唔知啊？咁所以你要睇下你係主動性佢幫助你啊，定係你懶惰，全靠晒佢咧咁樣？你明唔明我講咩啊？下一張嗱，再等緊求一張先嗱，我哋咧好多時咧就出去食嘢。下一張，上一張。我哋好多時咧出去食嘢咧，就帶住啲小學生啊，我哋啲中學生啲仔女出去食噶嘛，係嘛？咁啊叫嘢食啦，係嘛？叫嘢食咯喎咁啊你叫一個叫啲仔女叫咯喎咁啊你又叫一碟啦咁樣，跟住叫完之後點啊？阿媽點啊？阿爸點講啊？豬頸肉有菌嘅，呢個又肥膩嘅，呢個唔好。喂，你又叫人叫，你又唔俾人叫。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哋喺家庭喺學校，成日都製造咗一班咧，係完全被動性嘅，成日都冚佢啊，話佢唔好嘅。咁你點樣做？你要俾佢做，你唔單止俾佢做，你仲要俾佢做晒。譬如我有一次咧，同一班校長講研討會，跟住咧我就俾我最細嘅仔，當時咧佢好怕事嘅我見到佢有啲藝術感，又請佢咧替我剪髮咁哇！兩個哥哥睇到眼，我冇搞錯，佢用咗2小時，好認真剪髮。但係我咧就講啲校長研討會你要信佢，信到一個程度係要犧牲自己㗎嘛咁佢先至栽培呢個主動性嘅，因為佢怕事又唔敢講嘢你明唔明？咁你要栽培佢。後來佢係讀藝術啦今天又喺日本啦即係好多嘅嘢係一個你要鼓勵佢有個空間就被動唔被動。下一張咁所以就係咁啦即係如果有一日機械叻過人咧，有套電影叫做咩啊？叫做人猿Planet of the Apes 有冇聽過實驗室唔知點搞錯咗咧，有隻猩猩咧突然間有大智慧慢慢咧就生好多猩猩就統治人自古以嚟咧係高等文化統治低等文化嘅，除咗小撮我哋叫清朝或者元朝
一啲低等嘅文化，就管治漢文化，但係好短嘅啫佢哋。喺西方有 Vikings 就原來咧就管治啲 Anglo-Saxons 都係好短嘅啫。一般嚟講係高等文化管治低等文化，即係話如果有一日 AI 文化高過我哋係點啊？就管治我哋嘅咯。有人話 Jeffrey Hinton 喎，咁將來喺 AI 嘅年代，佢話有兩個選擇：食早餐，你一係就坐喺度一齊食，一係就係你係台面嗰碟餸啊，俾人 drop 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你要小心，即係 AI 咧係有咁嘅能力，使到你成為一個餸，俾人 drop。管治你，除非你咧係影響佢，同佢一齊同行甚至影響佢嘅價值。下一章嗰個叫奇點啊嘛。咁所以翻嚟咧就係咧你千祈唔好用 AI 去改進人，你用人咧去改進 AI 你用 AI 去改進人咧千里眼啊、順風耳會加隻翼啊、加兩個飛輪啊，佢搞下搞下佢就唔係人㗎啦喎C.S. Lewis 就話啦有本書叫《人嘅滅絕》，你透過科技、透過理性去改善人透過生物工程，慢慢你就滅絕人㗎啦，你知唔知啊？所以你要小心啊！教仔好咩好係嘛？栽培佢嘅長處啊，唔好要佢咁要佢咁要佢，攣下攣下佢都唔知去邊啊，係嘛？下一章最尾啦咁所以就翻去啦我哋同神嘅關係啦，同人嘅關係啦，唔好咩都有功能啦咩都有功能唔得嘅喎，你知唔知啊？耶利米以賽亞咧，神呼召佢咧，有冇功效嘅佢嘅信息神話我帶你去一啲橫緊嘅民族嘅，你講佢又唔聽佢睇又睇唔見，佢做又唔明白，冇果效嘅。不過你都要去。我哋就要唔係噶嘛，有功效先做噶嘛，有功能先做噶嘛。人嘅價值係在乎個成果噶嘛，即係我哋用呢啲嘅測試考試，本來睇下我識幾多啊嘛，後來就成為我嘅價值，成為我目標成為我嘅意義。你話幾弊啊？係嘛？咁所以你要小心，即係話 AI 咧可以幫助你好大嘅衝擊，使你重新建立翻人性、人嘅尊嚴、人嘅神嘅形象係好嘅方面。如果你仍然停留喺過去嗰啲機械式嗰啲咧，佢就完全取替你，你明唔明啊？所以變咗佢又係天使，又係魔鬼又係機會又係限制，又係殺手，得唔得啊？唔緊要㗎你聽到咁上下得㗎啦我哋1分鐘完㗎啦咁你中意咧就可以咧就係啦，下一章啦，下一章啦，係啦，就買呢本書小弟出嘅AI 來了，我還有什麼價值咁阿媽 B 嘅阿媽伊利沙伯中學舉手望住佢咯邊個想買咧就俾100蚊佢咁佢咧就儲埋晒，咁我下次又帶俾大家清唔清楚 AI 來了，我還有什麼價值？唔係透過點樣用佢，唔係點樣用佢然後咧佢對你有咩影響，對社會有咩影響，有咩潛質，我哋點樣嚟到去素質，你要超越佢AI 來了，我還有什麼價值？俾錢阿媽 B 阿媽咁樣就開始咧，就可以呢樣嘢。你又可以讀恩光孫嘅課程。喺呢個時代，我哋要闊啲，過去係唔夠嘅即係保羅話咩啊？我哋要離開道理嘅開端，竭力轉到完全嘅地步求主憐憫，神俾我哋好多恩典幾好 timing 我拍咗架車啱好，好我低頭祈禱。真係主多謝你俾我哋有豐盛嘅生命，多謝你俾我哋真係知道你係長存嘅。今天有咗 AI， 我哋都唔需要恐懼嘅。我哋睇我哋嘅目的唔係要取替你，我哋嘅心意係要因着你嘅恩典係與呢個科技同行，甚至咧我哋將佢係人性化、靈性化。求你與我哋同在，祈禱奉主耶穌名求。